不管是动画、漫画，也是游戏，拢有真侪少年家介意。台北国际册展当中，文化部文策院要规划一个台湾漫画馆，加32部优秀的台湾红仔册小介互民众。事实上，台湾的漫画真多元，有讲文史的，也有讲男性小爱 BL， 甚至是奇幻故事。这寡红仔册作品，有的要推出 Netflix， 有的要改编做音乐剧，会当讲是表现真好。文策院也希望讲有愈来愈侪人看到台湾的作品。 台湾的红仔册有真侪文史的主题，比论其身，除了有共名 Netflix 影集，嘛要规划做游戏。然后像 BL 作品 Day Off 已经有翻译未去到9个国家，也有讲现代都会女性主题的3个唔结婚的女人要改编做音乐剧。有民众认为，咱家己的作品已经未输乎日本、韩国。平常看运动类型的漫画，这样台湾的风格就比较多宫庙类型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对啊。 就跟日本漫画比较不一样，感觉这个题材就一目了然，就一看就知道台湾漫画这样。真侪爱看红仔册的民众来到台湾漫画馆排队换周边礼品，这是文化部文策院规划的展览区，现场会当看到真侪画到真精美的红仔册，而且作者拢是咱台湾的漫画家。文策院计共排出32部优质的作品，要小介给民众。台湾的漫画已经很好了，就是不管是剧情还是画风，如果台湾有更多的管道或是平台，可以在更多的可以帮忙宣传的话。针对宣传的部分，文策院表示，未来继续推动甲台湾的作品推展去到侪人使用的线顶平台，亲像 CCC 对漫台、漫画市、Webtoon 等等，要互愈侪人看到台湾的作品。因为台湾漫画其实嘛发展真久，即马有足侪人来投入，嘛足侪主题来创作。不管是台湾历史、爱情的嘛有 ，BL 嘛有，什么型拢其实是找到。 文策院表示，未来继续加强推动不同 IP 之间的合作，合作品有愈侪下领域的表现，无论是真人化、动画化，还是做成游戏，希望会当互这的作品有机会接触到无同族群，延续台湾创作界的活力，互台湾 ACG 的路愈行愈开阔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